先生，唔該將手機收一收。呢句話幾乎係澳門每一張牌台嘅標配台詞。工作人員講嘢語速唔快，語氣都幾客氣，但眼神裏面冇一啲商量嘅餘地。手機只要露頭，幾秒鐘之內準有人行過嚟。第一次被咁提醒嘅人，10個裏面9個都係懵嘅。我又冇做乜嘢，睇一眼手機點呀？好多人心裏孤刀，覺得呢個不過係牆紙，怕嘈，怕影響其他人，同戲院提醒你調靜音差唔多，一種基本嘅秩序要求罷咗。但如果你真去了解呢條規矩背後嘅完整邏輯，會發現件事遠冇咁簡單。今日我哋傾賭場台上唔俾玩手機，背後3個原因。第一大原因，防作弊，亦都防泄露私隱。娛樂場最驚嘅就係有人攞手機拍相錄影，偷偷記牌，或者借住手機傳訊息同外面串連，加埋場子裏面人來人往，乜嘢身份嘅人都有。唔少客人本身就好在意私隱，手機呢樣嘢喺裏面天生就好敏感。呢個唔係一條孤立嘅規定，佢牽涉嘅係成個行業賴以生存嘅信任基礎。娛樂場嘅經營好大程度上依賴一種默契，客人相信每一局牌都係公平隨機嘅，而呢種信任係靠嚴格嘅流程管控同高度封閉嘅信息環境先能夠維持住嘅。一旦有人開始隨意拍相錄影，呢層信任就會出現裂縫，而呢種裂縫好難喺短時間內修復。先講拍相錄影呢件事，遊客小張跟旅行團第一次嚟澳門，行程裏面安排咗參觀一間大型娛樂場，雖然唔強制消費，但好多人都好奇入去逛逛，感受一下現場氛圍。小張喺等朋友嘅空檔，坐喺台邊百無聊賴，睇住荷官發牌嘅手法幾利索，指尖翻飛，動作流暢得好似經過千錘百煉嘅表演，覺得幾有意思，順手攞出手機想拍段小視頻發朋友圈，配文大概係感受一下澳門嘅賭場文化。他冇諗太多，覺得呢個不過係普通嘅旅行分享，同拍風景相、拍美食相冇乜本質區別。結果佢啱啱舉起手機對住牌台，仲未嚟得切按下拍攝鍵，旁邊一位着深色制服嘅工作人員就已經快步行咗過嚟。先生，唔好意思，呢度唔能夠拍相錄影，唔該你將手機收返起身。小張有啲摸唔着頭腦，手仲懸喺半空，解釋話自己只係求其影影，冇其他意思。工作人員依然堅持，面上帶住職業化嘅微笑，語氣卻冇任何商量嘅餘地，話呢係場子裏面嘅硬性規定，唔理出於乜嘢目的，台面上一律唔允許拍攝。小張當時幾尷尬，趕緊將手機收返起身，心裏仲有啲唔忿氣，覺得自己不過係個普通遊客，使得着咁如臨大敵咩？後來佢私底下問過一位常年喺澳門做中介，對呢個行業比較熟悉嘅朋友，先明白呢條規定背後嘅真正顧慮。朋友話俾佢知，牌台上嘅每一個細節，由荷官嘅發牌手法到牌面嘅具體走向，再到客人嘅落注習慣，如果被完整咁拍攝低，理論上都有可能被別有用心嘅人攞去分析。有一啲專業嘅作弊團伙會花大量時間去研究荷官嘅發牌習慣，係咪存在某種可以被利用嘅細微規律？
譬如某啲荷官喺特定情況下，手部動作係咪會有一啲不經意嘅破綻？呢類分析如果建立喺大量真實視頻素材嘅基礎上，效率會大幅提升。朋友仲話，除咗呢種專業級別嘅作弊研究，仲有更簡單粗暴嘅風險。如果有客人將某一局嘅牌面走勢拍低發到網上，聲稱娛樂場存在操控嫌疑，即使呢種講法完全冇依據，都可能因為視頻傳播俾娛樂場帶嚟極大嘅聲譽損害。喺呢個信息傳播極其迅速嘅時代，一段被斷章取義嘅視頻可能喺短時間內被廣泛轉發，造成嘅負面影響遠遠超出事情本身嘅嚴重程度。娛樂場對呢種風險極其敏感，即使大多數普通遊客嘅拍攝完全冇惡意，場子都寧可一刀切，全部禁止，因為一旦開咗個口子，就好難分清邊啲係無害嘅旅行記錄，邊啲係別有用心嘅信息收集。與其花大量精力甄別每一次拍攝行為背後嘅真實動機，不如由源頭直接禁止所有形式嘅拍攝。呢種係一種更簡單都更徹底嘅風險規避方式。再講講借手機傳信息記牌呢件事，呢條顧慮涉及嘅係更加隱蔽都更加專業嘅作弊手段，比單純嘅拍相錄影性質更嚴重。有一種被稱為團隊作弊嘅手法，係幾個人分工合作，一個人坐喺台上參與落注，另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喺場外通過某種方式實時觀察牌局嘅走勢，甚至借助某啲技術手段分析當前牌堆嘅構成情況，然後借助通訊工具將關鍵信息傳遞俾台上嘅人，幫佢調整落注策略，從而獲得一種理論上超出正常概率嘅優勢。呢種作弊方式歷史上喺其他啲對信息管控相對寬鬆嘅賭博場所的確出現過真實案例，一度令唔少賭場蒙受咗唔細嘅損失。澳門嘅正規娛樂場對呢類風險有住極高嘅警惕性，因為呢個直接關係到成個遊戲公平性嘅根基。即使大多數普通客人根本唔會諗到用呢種方式作弊，只係單純想回個消息，睇下社交媒體，場子都必須將這個漏洞由源頭堵死，因為一旦有一個成功嘅案例，造成嘅損失同惡劣影響會遠遠超過因為限制手機使用而俾普通客人帶嚟嘅不便。呢種係一種典型嘅風險管理思維，寧可用一刀切嘅方式犧牲一部分便利性，都要確保成個系統唔會因為極少數人嘅惡意行為出現冇辦法挽回嘅漏洞。最後講到私隱呢個層面，澳門娛樂場裏面來來往往嘅客人身份背景極其多元，有普通遊客，都有商界人士、演藝圈人士，甚至一啲相對敏感，唔希望自己嘅行蹤同身份被外界知曉嘅客人。呢類客人對私隱嘅重視程度往往超出一般人嘅想象，因為佢哋嘅社會身份決定咗佢哋喺公眾場合嘅一舉一動都可能被過度解讀，甚至被惡意利用。投資人老李因為工作性質嘅關係，平時對自己嘅私隱保護格外謹慎，幾乎從不喺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嘅行蹤。某次喺澳門嘅貴賓廳裏面賭博，旁邊一個陌生客人一直喺度低頭睇手機，屏幕嘅角度啱啱好能夠拍到老李所在嘅方向，
而且呢個人嘅手機鏡頭似乎喺有意無意咁對住老李停留咗比較長嘅時間。老李起初冇太在意，但留意到呢個細節反覆出現之後，心裏開始感到唔舒服，主動向工作人員反映咗呢個情況。工作人員迅速核實之後，禮貌咁行到嗰位客人身邊，提醒佢收起手機，並解釋話場內所有客人都有權利要求自己嘅私隱唔被無故拍攝，呢係娛樂場對所有客人嘅基本承諾。嗰位客人雖然口頭解釋話只係喺睇新聞，冇拍任何人，但仲係配合咁將手機收返起身。老李事後跟朋友傾起呢件事，話自己雖然唔係乜嘢公眾人物，但都唔希望自己喺賭台前嘅樣被唔知情嘅人隨意拍低，講唔埋幾時就出現喺乜嘢地方，俾人攞去八卦議論。呢種樸素嘅私隱顧慮，其實係好多客人都會有嘅。而娛樂場嚴格限制手機使用，某程度上都係喺替呢啲客人守住呢道私隱嘅防線。亦正因為咁，好多高端貴賓廳對手機嘅管控，往往比普通中場區域仲要更加嚴格。有業內人士透露，一啲貴賓廳甚至會喺客人入場前就用禮貌但明確嘅方式提醒對方，室內全程謝絕拍攝，包括自拍同普通傾偈截圖。理由好簡單，只要有一個人破例，其他人就好難被要求遵守同樣嘅標準。而私隱呢件事，一旦有過一次泄露，造成嘅信任損失幾乎係不可逆嘅。仲有一類情況，亦都值得單獨講下，熟客之間嘅相互提醒。有啲常年往返澳門嘅老玩家，彼此之間其實心照不宣咁，形成咗一套默契。如果發現同台有人喺度偷偷用手機拍嘢，即使工作人員仲未留意到，都會主動開口提醒對方呢度唔能夠拍契。呢種默契嘅形成本身都說明咗一件事，手機喺呢個環境裏面好耐之前已經唔只係場方單方面嘅規定，而係慢慢內化成咗成個客群共同維護嘅一種秩序感。一個圈子裏面大家都知呢條紅線喺邊，邊個越界，邊個就會被其他人用眼神或者一句話輕輕咁拉反轉頭。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資深玩家入場之前都會養成一個習慣性動作，坐低嘅第一件事唔係睇牌，而係先將手機調成靜音，放入隨身嘅袋，或者乾脆交俾同行嘅朋友保管。對佢哋嚟講，呢個已經唔係一條需要被反覆提醒嘅外部規定，而係一種融入身體記憶嘅自覺。而恰恰係呢種自覺，反過嚟又強化咗成個環境嘅信任感。大家都喺度遵守同一套規則，公平呢件事先有咗被相信嘅基礎。第二大原因，唔能夠讓節奏斷咗。你只要一攞手機，成個人就容易出氣，回個消息，睇兩眼短視頻，個腦一冷靜，注意力即刻散咗。而娛樂場最睇重嘅就係現場嗰個不停向前推嘅節奏。你一慢，成台都跟住慢，所以好多時工作人員一睇到你喺台上摸手機，就會即刻提醒你，甚至直接叫你離開台邊。呢一層邏輯同第一層比起嚟冇咁驚悚，但對娛樂場嘅日常運營嚟講，同樣係唔能夠忽略嘅現實考量，係呢個行業每日都喺度直面嘅運營細節。一張牌台由發牌、落注、
開牌到結算，成個流程被高度標準化，荷官嘅動作、客人嘅落注反應，都需要喺一個相對緊湊嘅節奏裏面配合進行。通常一局完整嘅流程由開始到結束只需要1分鐘左右，甚至更短。呢個節奏一旦被打斷，唔止影響當下呢一局嘅效率，仲會連帶影響成張台接落嚟嘅運轉速度，甚至可能因為連鎖反應影響到成個樓層嘅整體運營效率。有一次，一張百家樂台上坐住5、6位客人，氣氛正熱鬧，其中一位叫亞偉嘅客人正喺度等一個重要嘅工作消息，佢所在嘅公司正喺度進行一單關鍵嘅合作談判，對方可能隨時會發嚟最終確認嘅消息。手機不停震動，屏幕不斷亮起。阿偉坐喺台前，心裏一半喺牌局上，一半喺掛住嗰條仲未收到嘅消息。佢一開始 Lodash 仲能夠忍住將手機調成靜音放喺旁邊，眼睛偶爾瞟一下屏幕，但係冇過幾耐，佢實在忍唔住，趁住換牌間隙攞出手機，低頭開始回覆消息，手指飛快咁喺屏幕上敲打，試圖快啲將呢段重要嘅溝通處理完。這一低頭就使咗成2分鐘，荷官已經準備好繼續下一局，牌已經洗好，籌碼都已經歸位，但按照規矩，需要等所有客人確認落注意願之後，先能夠正式開局。阿偉埋頭打字，完全冇留意到台面嘅進度。其他幾位客人開始面露不耐，有人甚至細聲咕嘟：點解咁慢？仲要唔要玩啊？荷官面上帶住職業化嘅耐心，但眼神裏面都隱約透露出一絲焦急。畢竟按照場子嘅規定，每張台每個鐘嘅翻台效率係有內部考核標準嘅，任何一次不必要嘅延誤都會被記錄在案。工作人員留意到呢個情況之後，行到阿偉身邊，客氣但明確咁提醒佢先將手機收一收。阿偉呢先反應過嚟，有啲尷尬咁將手機收起身，示意可以繼續，面上閃過一絲唔好意思，趕緊將注意力重新拉返落牌局。呢個場景睇落只係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但佢背後反映嘅係娛樂場對整體運營效率嘅高度敏感。一張台如果因為個別客人頻繁咁被手機分心，導致每一局嘅耗時都被拉長，長期累積落嚟，成個場子嘅運轉效率會受到實質性嘅影響。對娛樂場嚟講，時間就係效率，效率就係收益。任何拖慢現場節奏嘅因素都會被視為需要及時糾正嘅問題。呢個唔係針對某一個客人嘅苛責，而係成個運營體系裏面一個被反覆驗證過嘅關鍵環節。而且呢種節奏被打斷嘅影響唔只係效率層面嘅，仲包括對其他客人體驗嘅影響。娛樂場裏面好多客人係帶住一種沉浸式嘅專注狀態喺參與遊戲嘅。如果台面嘅節奏因為某個人頻繁睇手機而變得斷斷續續，其他專注投入嘅客人都會因此而被大打折扣，體驗感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此對呢張台呢個場子產生唔好嘅印象，影響到佢哋下次再嚟嘅意願。仲有一個更深層嘅因素值得講一講，注意力呢件事本身係有慣性嘅。當一個人全神貫注咁投入
喺一局又一局連續進行嘅遊戲裏面，佢嘅注意力會形成一種持續嘅專注狀態，進入一種相對穩定嘅心理節奏。但只要有一次被手機打斷，即使只係短短幾十秒，呢種專注狀態就會被打破，需要重新調整、重新進入，就好似長跑運動員中途被逼停低透下氣，重新起跑之後，節奏往往需要一段時間先能夠恢復到之前嘅狀態。有一位常年喺澳門賭場裏面觀察呢啲現象嘅工作人員，曾經私底下感慨，話佢見過太多客人，本來打得幾專注、幾理性，判斷都相對清晰，結果因為中途被一條消息打斷，回覆完之後，成個人嘅狀態就變咗，開始變得心不在焉，落注決策都開始變得隨意，甚至比之前仲更加衝動，好似嗰次被打斷，令佢之前建立返嚟嗰種專注同克制，一下子就散晒。呢種因為一次分心而導致嘅狀態波動，喺佢睇嚟係娛樂場限制台上使用手機嘅一個額外理由，唔只係為咗維持台面嘅運轉節奏，亦都係喺客觀上幫助客人維持一種相對連貫、相對穩定嘅專注狀態，而唔係被外界信息反覆打斷、反覆拉扯，導致心態同判斷力出現不必要嘅波動。類似嘅場景其實每日都喺唔同嘅台上重複上演。有一次係成枱人一齊被拖慢嘅例子，一位客人接到屋企細路學校打嚟嘅電話，話細路喺學校磕碰咗一下，需要家長確認送醫安排。這件事本身完全合情合理，任邊個遇到都要處理，但因為按規矩唔能夠喺台上直接接聽，呢位客人只能夠反覆跟工作人員申請離台去外面接電話，一嚟一回，前後耽誤咗7-8分鐘。同台嘅幾位客人一開始仲能夠理解，但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同樣嘅情況又發生時，明顯開始有人坐唔住，有人乾脆換咗一張台，理由好直接，呢張台節奏太亂，玩得唔痛快。對娛樂場嚟講，呢種因為個別客人頻繁離台造成嘅連鎖流失，同樣係節奏管理裏面需要正視嘅一環。佢提醒住場方，管手機呢件事從嚟都唔只係管一個人，而係喺管一整張台乃至一整個樓層嘅體驗。第三大原因唔能夠讓你太清醒，亦都係最扎心嘅一點，就係唔能夠讓你太清醒。點解好多娛樂場裏面冇窗，亦都好少讓你有時間概念？因為一旦你同外界聯繫少咗，人就更容易沉入去。手機一收，時間感弱咗，外面嘅消息斷咗，成個人嘅注意力就只剩眼前呢一局。玩耐咗之後，你會越嚟越沉浸，越嚟越上頭。好多人等到情緒失控咗，先發現自己已經呆咗好耐。呢一層係3個原因裏面最唔容易被明講，但恰恰亦都係最貼近呢個行業本質嘅一條。仔細觀察過澳門娛樂場內部空間嘅人，可能會發現一個共同嘅特徵，幾乎所有嘅賭博區域都冇窗，亦都幾乎睇唔到任何明顯嘅鐘或者日曆。燈光設計通常係一種柔和、恒定、唔隨時間變化而改變嘅照明方式，唔理外面係白天定深夜，場子裏面嘅光線氛圍幾乎唔會有任何差別。呢種設計由建築規劃嘅最初階段就已經被反覆考量同優化，甚至連場內嘅動線都常常被設計成一種
唔太容易讓人快速衝到出口嘅路徑。你想由某個角落行到大門口，往往要繞過好幾排台。呢種設計上嘅小心思，本質上都係喺度延長你留喺場內嘅時間。呢種環境設計唔係偶然嘅，係經過精心考量嘅。人對時間嘅感知，好大程度上依賴外部環境提供嘅信號，窗外光線嘅明暗變化，鐘嘅滴答走動，手機屏幕上跳動嘅時間數字，甚至周圍人群作息嘅節奏變化。一旦呢啲信號被系統性咁移除，人對時間流逝嘅感知會變得極其模糊，甚至完全失去參照係。呢套邏輯其實唔係澳門獨有嘅，放眼全球，大大細細嘅博彩場所喺空間設計上都或多或少遵循住類似嘅思路，弱化一切能夠提醒你而家幾點嘅線索，強化讓你沉浸喺當下呢一局嘅氛圍。手機喺這個語境裏面，恰恰係最後一道，都係最難被環境設計徹底屏蔽嘅時間。提示氣窗可以冇，鐘可以攞走，但只要客人手裏仲攢住手機，隨時低頭就能夠睇到屏幕上嘅時間同日期。之前所有嘅空間設計努力等於白費，所以好多場子索性由根源解決問題，直接唔俾你喺台上掂手機。咁樣一嚟，環境設計同行為管理呢兩條線先算真正對齊，共同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小周某次因公出差，順道抽出一個晚上入澳門娛樂場體驗一下，本來只打算消磨2-3個鐘，第二日一早仲要趕飛機返去，心裏對時間安排係有明確規劃嘅。佢坐低嘅時候，特意睇咗一眼手機，記低咗當時嘅時間係晚上9點，心諗住到11點半左右就走。按照場子嘅規定，牌台上唔能夠使用手機。小周將手機放入袋，專注投入到牌局裏面，覺得反正只玩2-3個鐘，憑感覺估計下時間，問題應該唔大。一局接一局，輸輸贏贏，情緒都跟住起起伏伏。佢嘅注意力完全俾眼前嘅牌面吸引，腦裏幾乎冇任何關於時間嘅概念，甚至連自己已經玩咗幾多局都逐漸記唔清。中途佢都曾經隱約覺得好似玩咗好耐啦，但因為周圍完全冇任何可以參照嘅時間信號，嗰種好耐啦嘅感覺都只係一閃而過，好快又俾牌局嘅輸贏重新吸引咗注意力。等到佢終於因為手氣唔順，心情有啲煩躁，決定暫時離開台透透氣嘅時候，佢下意識咁攞出手機睇咗一眼，成個人愣住咗。已經係凌晨3點，過咗成6個鐘，遠遠超出咗佢最初計劃嘅2-3個鐘。而且佢因為一直冇意識到時間嘅流逝，亦都完全冇留意到自己嘅輸贏已經累積到咗一個相當可觀嘅數字，遠超佢心理預期能夠接受嘅範圍。小周後來回憶起嗰次經歷，話自己喺排台前嗰段時間裏面，完全冇任何時間過咗好耐嘅感覺，好似先啱啱坐低冇幾耐，中間嘅6個鐘就好似被壓縮咗一樣，幾乎冇留低乜嘢清晰嘅時間流逝記憶。他後來跟朋友傾起呢件事，朋友半開玩笑咁話：呢個就係賭場設計嘅精妙之處。你越係感覺唔到時間嘅流逝，就越容易喺不知不覺中投入遠超預期嘅時間同精力，而且呢種投入往往係喺你完全冇意識到嘅情況下悄悄發生嘅。
呢個現象背後有住相當紮實嘅心理學依據。人喺專注投入某項活動嘅時候，會進入一種叫做心流嘅狀態。喺呢種狀態下，人對時間流逝嘅感知會大幅弱化，甚至完全失真。呢種心流狀態喺好多正面嘅場景裏面，譬如專注工作、專注創作，被認為係一種有益嘅高效嘅心理狀態。但喺賭博呢個特定場景裏面，呢種時間感知嘅失真會帶嚟極其現實嘅風險。你越係沉浸其中，越難以對自己已經投入嘅時間同金錢保持清醒嘅判斷。而呢種判斷力嘅喪失，恰恰係好多人喺事後回顧時最感到後怕嘅部分。再講講手機斷聯同情緒失控之間嘅關係。手機對現代人嚟講，唔只係一個通訊工具，更係一個連接外部世界嘅重要窗口。當你嘅手機一直喺身邊，能夠隨時查看，你同外部世界嘅聯繫就係持續存在嘅。你嘅家人、朋友、工作呢啲真實生活裏面嘅責任同牽掛，會通過手機上不斷跳出嘅消息持續提醒你，令你始終保持一種我仲有其他事情要處理嘅清醒感。呢種清醒感喺賭博呢個容易讓人失去自我判斷嘅場景裏面，其實扮演住一種極其重要嘅心理錨點角色。但一旦手機被收起身，呢種外部連接就被切斷咗，你嘅注意力會被迫完全聚焦喺眼前呢一局牌上，嗰種嚟自現實生活嘅持續存在嘅提醒同牽掛都隨之消失，成個人好似進入咗一個同外部世界暫時隔絕嘅封閉空間。曾經喺澳門有過一段沉迷經歷嘅賭客阿強，後來喺戒賭互助小組裏面分享過自己嘅經歷。他話自己最容易失控嗰幾次，往往係喺手機冇電或者按照規矩被收起身嘅時候。他形容嗰種狀態係一種完全脫離現實嘅感覺，坐喺牌台前，腦裏只有眼前嘅牌，冇聽日要開嘅會議，冇屋企等緊佢嘅家人，成個世界好似就淨係剩低面前呢張台、呢幾張牌、呢堆籌碼。阿強回憶，有一次佢輸咗唔少錢，情緒已經開始有啲失控，心裏諗住一定要翻本。如果嗰陣時手機仲喺身邊，睇到家人發嚟嘅關心消息，或者睇到時間已經好晚，可能仲會有嗰麼一絲猶豫，一絲被拉翻現實嘅可能。但因為手機被收起身，嗰種唯一可能提醒佢停低嘅外部信號完全消失咗，佢就咁樣一直坐喺台前，越輸越急，越急越壓得更大，直到最後將帶嚟嘅錢全部輸晒，先唔得唔停低。等佢終於因為情緒徹底失控，重新攞起手機，睇到屏幕上跳出嘅一堆未讀消息，先猛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喺呢個與世隔絕嘅空間裏面待咗遠超自己想象嘅時間，而且造成嘅損失都遠遠超出咗自己能夠承受嘅範圍。阿強後來總結話，手機呢樣嘢睇落只係一個通訊設備，但佢其實承擔住一個極其重要嘅功能，幫你同現實生活保持連接，幫你喺沉浸嘅時候依然保留一絲清醒嘅錨點。一旦呢個錨點被攞走，人就好容易喺一個封閉嘅冇時間概念嘅環境裏面越陷越深，直到某個情緒徹底崩潰嘅臨界點先猛然驚醒，而嗰個時候往往已經付出咗相當沉重嘅代價。將呢三大原因放埋一齊睇，會發現佢哋表面上各不相同，
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邏輯，讓成個環境一直保持喺對娛樂場運營最有利嘅節奏同狀態裏面，防作弊、防泄露私隱，保護嘅係娛樂場整體信任體系嘅完整性，唔能夠讓節奏斷咗，維護嘅係現場運營嘅效率，唔能夠讓你太清醒，觸及嘅則係呢個行業最深層都最現實嘅運作邏輯。一個失去時間感知同外部世界暫時斷聯嘅人，更容易長時間沉浸喺眼前嘅牌局裏面，而呢種沉浸往往伴隨住風險、判斷力嘅下降同情緒控制力嘅削弱。所以話娛樂場唔俾你掂手機，表面上係管理秩序、保護私隱、防止違規，但更深一層，其實都係為咗讓成個環境一直保持嗰個節奏。你一旦入去，就好容易被帶住行，而呢種被帶住行嘅過程，往往極其自然，極其唔容易察覺。小張、老李、阿偉、小周、阿強呢幾個可能真實發生過嘅場景，由唔同角度還原咗呢條睇落唔起眼嘅規則，喺實際運作中係點樣一層層咁生效嘅。佢哋每個人喺事情發生之前都唔覺得區區一部手機嘅使用限制能夠帶嚟乜嘢實質性嘅影響，但正正係呢種被反覆驗證嘅規則設計，令佢哋分別經歷咗作弊風險嘅提醒、私隱被冒犯嘅不安、節奏被打斷嘅尷尬，以及最令人後怕嘅對時間流逝完全失去感知嘅沉浸體驗。喺嗰種地方，手機唔係小事，真正要防嘅從嚟都唔係手機本身，而係人喺嗰個環境裏面越嚟越唔清醒。理解咗這一點，或者下一次行入任何一個類似嘅環境，你都會對自己手裏嗰部被暫時收起嘅手機有一層完全唔同嘅認識。佢唔只係一個被限制使用嘅通訊工具，更係你同現實世界之間嗰條最後都最重要嘅清醒錨點。呢條錨點一旦被暫時切斷，接落嚟發生嘅一切都需要靠你自己更加主動、更加警覺咁去守住嗰份清醒。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工作性質需要偶爾出入呢類場所，或者純粹係出於好奇想去體驗一下氛圍，不妨提前跟佢分享一個好樸素嘅小辦法。入場之前，先俾自己定一個明確嘅時間點，同一個明確嘅金額上限，寫喺備忘錄裏面，或者乾脆話俾一齊去嘅朋友知，請對方到點提醒。因為一旦坐低，環境本身就會諗盡辦法令你忘記呢啲約定。冇窗提醒你天色，冇鐘提醒你時間，手機都被收埋一邊。真正能夠幫你守住底線嘅，唔係牆紙裏面任何一條規則，而係你喺仲清醒嘅時候為自己提前立低嘅嗰道界線。呢個亦都係理解咗呢三層邏輯之後最實際都最值得帶走嘅一點。